百讲讲台语，台语讲百讲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：我伫铁马店讲台语。铁马啊，是真方便的交通工具啊！有真侪学生，逐工啊，拢会对厝邻附近骑U bike啦、母无啦去学校。后袂少人啊，会家己买一台铁马。若是你的厝邻有买铁马啊，加减就会拄到修理和保养的问题。这时啊，铁马店就真重要咯。那安尼啊，咱伫铁马店会用到什么款的台语对话呢？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啊，咱就要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分享。大部分的铁马啊，上接拄到的问题就是链啊无风啦。若是咱伤久无骑，还是定定骑伫酷酷潮无平路面啊，迄一段时间了啊，链啊内面的空气就会慢慢啊消去，这啊就叫做链啊无风啊。这时啊，咱会当甲铁马牵去铁马店，也是奥多麦店。咱甲头家讲啊，我铁马无风啊，敢会当替我灌风？也是讲啊，敢会当借我风管啊？我要甲铁马灌风。风管啊啦，后人讲是风柱啦，迄就是甲铁马灌风的工具啊。除了灌风以外，绕链也是咱定拄到的状况啊。绕链就是铁马的链啊，对起盘顶面啊落落来。英国的设计啊，迄啊是真好处理，啊，即摆设计就会较简单。总是啊，咱若要拜托人替咱解决，咱嘛会当甲人讲我的铁马绕链啊，你敢会当甲我斗相共？另外，档啊，也就是华语讲的刹车啊，骑久也会冷去，迄时啊，铁马就会动袂起来，真危险哦。所以啊，咱会当甲铁马牵去铁马店的时，先说甲头家讲啊，头家，我的档啊皮伤冷啊，敢会当替我调较严咧？最后啊，若是铁马骑久，迄链啊痕的深度无够，嘛有可能会触倒去啊。所以啊，咱嘛会当甲头家讲啊，头家，请替我顺看链啊痕敢还有够深。安尼啊，头家就会替咱甲铁马处理甲好势好势，互咱骑起来啊舒适佮安全哦。复习，我铁马无风啊，敢会当替我灌风？敢会当借我风管啊？我要甲铁马灌风。我的铁马绕链啊，你敢会当甲我斗相共？头家，我的档啊皮伤冷啊，敢会当替我调较严呢？请替我顺看链啊痕敢还有够深？各位观众朋友啊，伫铁马店讲台语，定着啊会甲头家较亲哦。无啊，你试看卖就知。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，咱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谢谢。